我好記得㗎，當初 IG 出嘅時候咧，身邊嘅人睇我話嗱，IG 係應該點樣玩嘅，短 caption 唔好長，一兩張靚相。咁但係我慢慢發現，我係中意打長文嘅。打咗一次之後，我長文反而多人 like 喎。日夜浩瀚，就算我們追不到，就算一切會遲早都得到在。時的狀態要講翻，我做一首歌叫做《不遲不早》啦。咁我就開始回顧緊自己過去嘅成長嘅時間啊。咁我就回想翻其實我俾人辭咗呢3年，我自己係咩感受嘅咧？我有冇因為俾人辭咗出嚟揾錢？又或者身邊有冇人因為覺得我辭而我自己會感覺到焦慮或者一啲嘅壓力咧？講真，我就冇乜嘅。咁我就想做一首歌，其實每個人成長都有佢自己嘅節奏。咁就去到差唔多年中嘅時候，就知道會做演唱會啦。咁就同 Oscar 去傾偈啦。突然間，咁佢就話不如叫做時的狀態啦。咁其實係嚟自英文嘅 tense 時態。tense 好有趣嘅，唔係淨係得 past tense、present tense 或者future tense 嘅。其實入邊仲有代表咗可能唔同嘅狀態啦。你經歷唔同嘅事件，你會有唔同嘅時間嘅感覺。希望我可以用音樂帶領住大家去進入我認為嘅節奏，我認為嘅時間係啲乜嘢咁樣咯。我會係回顧返啦，其實我係真係好多嘢都係偏向慢熱啦，但係我覺得問題用幾耐時間做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你有自己嘅節奏去做到咯。我係慢咗，但係我最終我都行到去我自己想行嘅路。我又喺嗰3年入邊試過踢職業足球，即係我會覺得你見到嘅風景係比嗰個時間更加緊要，而每一個嘅階段，每一個速度，我都幾 enjoy。我一直都原來回顧翻，我都係走緊自己想行嘅路。呢啲唔同嘅事件回顧翻，我就發現自己其實都幾自我，或者我都唔係理社會或者其他人點睇。我呢咩年紀咩性別你要做啲乜嘢啊等等咁樣咯。最終都係分享自己中意嘅嘢係最重要咯。我係中意打長文嘅，跟住我就開始唔理啦。我想打長文就打長文，跟住就慢慢形成咗一班中意睇千字文、中意睇長文嘅 followers。咁我就開心啦。我係做緊自己，其實好似一塊鏡咁樣嘅。你做緊啲乜嘢，啲 followers 就會出現嘅啦。嗰個心態係一樣嘅。做緊每一首歌都係自己喜歡嘅，夠㗎啦。唔使諗太多嘢㗎啦，唔需要再諗其他人會點樣睇嘅，周圍都係人，冇可能可以 please 晒任何人㗎嘛。好簡單，我染個髮啫嘛，都會有人喜歡唔喜歡，咁我顧得邊個咧？我顧好自己覺得嗰下係咁就去做咯，唔好諗太多。身邊路人有說明日見，但明天遠得沒法見。我自己通常好少去定自己個位喺邊度，所以其實我係要不停創作嘅原因係因為我想睇下自己係啲乜嘢，可以俾到勇氣你啊，可以釋放到你嘅情緒啊。即係例如我諗翻起我爸爸走咗19年啦，咁我嗰陣時好快就睇得好，我唔好用化嘅，就係因為即係爸爸嗰個離開咧，就係睇住佢有病，慢慢知道佢身體變差，咁去到有一個階段就係每日大家都會去醫院去輪住兄弟姊妹要去探佢，咁我覺得爸爸走嗰刻鬆一口氣㗎，因為大家都知道。爸爸自己就辛苦，屋企人又咁樣每日要去照顧，其實都辛苦。反而我有其他阿哥家姐，就會一提起可能爸爸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內疚啊，冇點解好好同佢好生活啊，
冇好好同佢相處啊咁樣。反而我自己就好所謂嘅活在當下，你唔會可以睇翻轉頭噶嘛。咁嗰陣時我都有盡力去做嘅，即係例如我會幫佢搽 cream 啊，等佢臥病在床嘅時候冇咁乾啊，幫佢按摩啊呢啲。其實原來我已經做咗咯，即係咩意思咧？呢樣嘢對於去 support 一個屋企人嚟講，原來已經係一個好唔簡單，同埋係好大嘅 power 去 support 一個屋企人嘅啦。咁我就嗰陣時知道啊，我想再點樣可以做多啲咧？就所以我嗰陣時其中一個原因揀護士去讀。當我相信咗輪迴之後咧，我就睇生死有唔同啦。我哋只好好好咁將你有嘅感受喺呢一世好好咁去發表，同埋好好咁去用你嘅方法去呈現出嚟、釋放出嚟。就唱這歌如初 Until we meet again。希望呢一首歌可以令到我同你咁多世嘅經歷一次可以勾起翻。呢個亦都係我相信緊音樂嗰個力量咯。音樂就可以令到你同唔同嘅人同埋唔同世嘅靈魂可以有 connect 到。其實我好細個已經好重視每首歌嘅 message 嘅。參加比賽去揀嘅歌，去到我依家去做自己嘅歌都冇變過。呢個技巧係一個工具，幫我呈現唔同嘅故事、唔同嘅情緒同唔同嘅 message 咯。呢個就係以前細個同依家嗰個分別。就算一世迷信跟你是還有大半生，長期尋覓怎承受，讓你轉身望我，就唱這歌如初 Until we meet again。